欢迎收看《后上海上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中国强化的老后上人大在鼓了。唔知大家有听过一个新的名字的2020年刚好苗栗巷东市行嘅新的名字，叫做唐平族聽昂族。那個族群係講咧，1990年以後出世嘅後生人，面對同胞膨脹，韓國社會經改變呢種社會咧，有新嘅生態嘅形式。呢種新嘅生態形式，睇起來雖然講當新式，不過對當代嘅斯坦人來講咧，呢對後生人根本就係好食難做，甚至唔會為自家嘅未來嚟打算。到底也聽昂族，算來係好，也係唔好，有哪條好處、老壞處咧？今日邀請到6個後生人，留大家共下來分享咯，眾上分享。首先，老大，首個就係阿子怡。大家好，我係以前上嘅28歲就結婚嘅阿子怡。阿輝睇咧，人生都唔順機，而且他都係快做38歲啦。我哋係一下已經跳高咧。啊，跳高咧，就50個咧。係50個咧。哎呦，聽醫生，老大，首個就阿燕子。大家好，我係上一啲50歲就財富自由冇本錢，剛樹剛叫嘅燕子。哇！加油嘅，盲眼就會多了。盲眼，會多了。會加油呢？去年咧，叫人年後生出世嘅好唔好？講唔出來，講唔出來啦。講唔出來，藝話度係190年。啊，撒下啦，手計度係碟蓉。Hello， 大家好，我係上個30歲之前結婚嘅碟蓉，唔講係芒豆，係芒豆。因為來嘅就是那個我們來那個夢想考驗區，大家來考驗一下頭擺，理想有 test。冇錯。誒，撒下啦，手計嚟白鉗。大家好，大家好，我係李聲友番茄，唔想嚟做躺平族嘅中白鉗。因為水平跟站起來也差不多。因為水房睇到180。好，謝謝。水房睇係心跳180，係順平人啊，嗬，家係順平人嗬。誒，撒啦，手計度係簡寧。大家好，我係一下雖然要服，唔過係喺東涌聽昂族嘅簡寧。財富自由，讓他報告一下哈，後上台上共不歡迎有房階級的人來到這邊，然後你就模糊下俾聽昂族嘅標準。啊，最尾老手嘅都係阿基賢。大家好，我係看起來東涌聽昂族，唉，係幾基賢嘅啦。他勇敢啲誒，看起來3隻是3隻啊，3隻幾？藝超係，藝超係，聽昂族我說要動工，要聽工嘅。我先見啦，來家一開始就有滿度睇人講，有人就講，這個頭擺當做以前就想去結婚，28歲就想去結婚，公子誒。係，嗰陣時就會學生嘅時間，較想唔開嘛。我嗰陣時真係就當上嘅就想講，哦，我28歲就會結婚啊，30歲就會結婚啊，係因為嗰陣時學生嘅時間就交往嘅對象，你就討論到我廿幾年生，我結婚公子。古時候廿下嘅對象冇本意想去結婚。我有聽過，冇白記，冇白記。唔是嘅，當時佢定機。而唔係50歲就會財富自由，聽講呢就會50歲嚟，你聽講啦。好啦，唔講你其實咩係因為嗰陣時你做學生嘅時間，你嘅眼光就較狹嘅，看嘅事情咩冇按到。我說嗰陣時真係冇想按到，咩冇想到去隔壁啦，有乜嘅機會啊，做乜嘅條路啊。嗰陣時就當單純就想講，哦，嘅愛當愛記啊，愛咩當愛生啊，愛追到結婚啊，公子啊，哎樣就當幸福啊，就想到太簡單嚟啦。先見啊，就有陣時你做學生嘅，忙出社會，唔啲社會險惡啦。到學生嘅時期頭，去到講28歲當老誒。冇我連下去到好多用生。先見。我知道呢，因為我係盲28。有啦，盲嘢就50歲，你不如來講，你自己來講。紅包哦。哎呦，我眼50歲。跟你自己來講下，老阿燕子，老阿子。你兩實嘅想法咁有共樣？完全冇共樣啊！我點解當後生嘅時間，我就已經看清一隻世界啦。
爱动人生情，迄主公嘛该总定两个事情。就会读到阿总顾就底下人心险恶。冇啦，那天来好上嘅時就想講啊，30歲嘅時節至少要有一筆較大條嘅錢，就是要存到第一桶金。要他有冇？愛嘞，加油嘞！唔會嘞哈。係電包紅包本來就拉。你要先結婚啊？對，我嘅計劃係假使我都冇按太條嘅錢，跟我就30歲結婚，然後帶那個紅包進來，應該就差唔多。做得啦。冇啦，唔過到50歲嘅時間，我希望做得財富自由，冇本錢安尼減數減腳。到時間我就做得來做資助，有上台上講，再給你一塊破。唔對，全部就裝唔得參加。50歲，好命的呀，長青大神功命錄影太上工。係啦，做得。是太影太上工嘛？未做得。你做的一個節目做的對20歲做到80歲。中 B 太上工。啊，未60大神功。唔過講真嘅啊，剛剛跟阿燕真講講哈，30歲拄一條太條嘅錢，唔會咧咩哈？即來看多時節，即個會本人赦免。等下節目用完就會流窮，我搶也可以。拜託太氣架，太氣。好嘞，唔係本人打算過時嘅。例如本人來講，你自己嘅夢想，你嘅挑白理想，你下要貼心哦。我未從阿自己強容，所以喺30歲之前想結婚共資。不過你係忙到啦，為嘛見到細啲我媽媽當做是結婚，你是4歲結婚，你是5歲共愛，所以細細時間愛喺國小國中，我媽媽參加嘛個發同個時間來學校，我同學全部會講，哎呦，你媽媽讓我愛後生，像姐強容，我是知道，哎呦你以後啊，所以我。繼續來達標，達到這個目標，很有理念，做得。喺看哦，喺你節目播出嚟時節，看你為本人赦免。好，你話面前閃閃哈，有人開始本自家赦免，有人準備愛本自家赦免。唔過撒下嚟有意思啊，本人洗到自家面都唔見佢。洗都冇面咧，洗都冇面皮。洗面乳液配。假年啊，人面都奶年啊。黃聰嚟就係赦免代表。下面我唔錯，因為我太好嘅時節有男朋友哦，都冇見到。你係講都冇見到你啊？嗰時人就講吼，你是6歲來結婚，你是7歲公子，因為堂講嘅用時講出嚟聲音嘟好，較強，係冇錯。體力又較好，係冇錯。而家體力較好。講太高後就分數嘅，就拜拜咧。好，嗰時咧，我就想講哦，董建中。本人嚇死我。阿李強泰，阿李。係，嗰時我就好，32歲以前聽錯愛結婚，因為佢亂會露體嚟。我會當亂嚟啊！唔過都一下已經差唔多露體，差唔多啦。唔過我同觀眾朋友講，喺此間確啲30歲過後咩唔是咁像係安尼，冇男朋友冇結婚冇公子，咪過到當好。因為佢就差有夢啊！你看，其實佢林志玲啊，你看佢42歲結婚做對啦，你看做得點啦，你還做對了4年，你還有19年咩？做對。講幾有時間做得用哦。少啲嚇，咁個家就講睇嘛，家阿基軒嘛做咧老太太分享講，你要本人赦免過嘛？本自家要赦免嘛？有我洗到槍，我發現皮面皮越洗越泡嘅。係啊，其實咩咁樣啦，28歲愛來結婚嘛，30歲講生日嚟嘛，跟你差唔多咧。係啊，啊韓國仔嚟就係講，我要買屋嘅買一個茶嘅啊，吼，啊一個屋嘅就係講，我嗰種鬼料嘅啊，鬼真料嗰種。孟買多啊，對話我計。茶是從調茶用嘅嘛，你講要我個要茶嘅啦，叫一做得買吼，可能像係個紙紮的啦，自己做會多嘅啦，自己做會啲啦。因為都得買吃行茶啦。哦，係啦，吃行茶要買到行酸做對啦。U bike 比較快。如果我發現一下煮茶真係較方便，所以嚟比較較酸嘅貨。啊，故所講家安尼一幾項都無太多嘅啊，啊再來一個酸酸啊，啊發現講本日嘅社會摧殘過後，沙飛就會按惡啊。就會從那個阿拄到阿總顧供用，係就發現講沙飛按惡。係啊，你看阿總顧一規啊變到按臭。本人垂降嘅講，皮子降8%。挑鬼倒在上頭面快。就依來。咁個講嘢，你下要達到乜嘅目標冇？一下就外加講30歲嘛，一下20歲叫嘅嘛。
冇塔多啦，係就可能年齡達到30，差唔多幾張嘢看塔嘅多冇啦。你這年就會天公出嚟啦。因為繼續來去水好嘅啦。真嘅呢，今日大家就會，我們叫做就打臉大會，哦，洗面太肥啊，看面盲洗，就聊邊本大家洗啊，轉去為下強烈。不過講到真嘅呢，躺平族吼，都用路方嘅天意吼，有動多種，比如講像係無談戀愛啦，無結婚啦，無公子啦，甚至有最多你頭版沒有寫嘅動都像係韓國、日本嘅，還有最多種氣泡時代，馬街就木最迷馬街都冇愛咧，係最迷木題就係世界未來現實。大家會想講，連世界嘅未來，連世界嘅現實都係木題嘅，安尼就馬街聽戇粗，到底係有哪道指標？你先進行後上地下化，等下再來繼續同大家討論一下了。歡迎來到後上地下化，唔知大家有聽過聽戇粗一個詞彙冇啊？今日老大家向下來分享3隻老聽戇粗有關係到嘅合法。今日第一隻就係買房、買屋。對後生人來講，買屋當困難。第二隻結婚。一下人結婚嘅顏色見來見bằng後嘅。第三隻小孩生人嘅，一下嘅人就算結婚咧，咪當人無供生人嘅。安尼大家學會問後生地下化，安尼將來了了。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上台問過大家講，自家頭擺做學生家下對自家人生未來嘅打算安排嘛。唔過睇題就本人唔係本大家，係本自家來洗面。睇題就忙半生，咩喺度？就算還有一些嘅時間，咪差唔多漸會到咧，都是咧看有本人洗面嘛。唔過咧，雖然講。大家聽戇粗嘅天意，所以講無乜嘅理想啊，也係講最少去無積極，就最少去完成人生當中生命的最低需求，聽。有人係安尼講，呼吸的肉，就難就低啦。咩無乜嘅理想，咩無乜嘅夢想，就人生所有嘅賺到嘅錢，就係為到本自家，可以滿足一點點的小確幸，細細嘅確定嘅幸福就好嘅。人生無乜嘅睇目標，唔過正經來講，兩項嘅聽戇粗有當多嘅天意，一下先看一段影片，等下再來繼續嚟大家向下來討論了。唔亮啥，輸咗嘅啊！夾掉佢出來啦！阿妹，唔出嚟！你手板咧，你就去解釋，拜拜。你全部問人落台色啦，去顯嘅呀，夾講來色啊！跟你媽可以直接當去請條路啊！哎呦，一條路按難請，天天嚟請就好了呀！怎麼啊？來試腳啊！快啲嚟，很乖呀！再過來一下。啊！哎呀！阿妹，佢來後啦！排隊啊！討論請誰後要？用上你是在冤枉。係很乖，我唔知乖，啲嘢最乖錯嘛！哎呀，再過來一下啊！哦，好衰啊！聽講要去上班呢。我問題啦。佢隔壁嘅阿姨啊，夾妹嘅阿珍呢啊，幾少本？唔是啦。你會洗手嘅呢？唔會笑嘅。哦，阿爸，而家乜嘅年代嘅，結婚要按重要哦。係啦，唔講啦，唔見本英文，聽講英文，響英文，聽響英文，大部分全部共用啦。係做人講嘅，唔可以結婚啦，唔好啦。
做嘛呢？啊，看到书记就伫咧，嗨，哦，唔咩啊，阿姊，你硬平同你講乜？可以結婚啦。你唔咩啲，捱咗唔想可以結婚，唔想可以講聲言嚟啊。跟你就好捱啊！唔看啊，捱同人自從選結婚咧，不過就冇講聲人嚟啊！捱死捱存嘅錢，2、3年都按呢 AA 制。你看，佢每去客棧啊，佢捱咗唔好去啊，佢就13年去，啊捱咗13年咧做每家貧窮下看天師，過着幸福，佢爽快呢。他唔用講哦，你管他以後呢？你捱咩嚟思考一下，捱人硬平會管他呢？好好思考。家你看到影片底度其實有當多種無共樣嘅聽昂錯嘅方式，然後類型，你下先來老大家聽下來分享下，你看總共兩片有分出4種，第一種係完全放到天內下咧，準備咧，送出去嘅，送嘅嚇，第一種完全唔出門，做開路出啦，很嚴重啊！假使人家野外唱嘅假年安人就喊做對啦。喊錯6天就冇聽。第一種辦聽昂，起碼嘅意思係有條路啊，唔過無簽對象，無結定個結婚，下班過後都抗啲屋卡，抗個檢度，安尼夠有氣啊，講做自家4天天。我蠻自由啦。咩錢自由？係啊。幾會40歲年下第三種略嘅聽昂，起碼嘅意思係同認真賺錢，屬於咩毛嘅，唔過感情講較自由，最好就自家1、3年就懂事業，唔是結婚，咩唔是講生意，多姿多眼前。一下懂到啊。係啊，好，最尾一種就係講婚姻當中來做聽昂、大聽昂，嚇。所以家務事啊、生活嘅開銷啊、點啊、收費啊，留自家另外一半完全平分，AA 制平分，還個約好冇愛講生意。其實當多年以前就有那種頂客族嘅存在，我哋阿講出頂客族嘅3大字，大概就第1條我來問大家，你話4種嘅聽昂族，唔知㗎係算係較話那一種嘅阿家呢？我應該係第一咧，還有第3嘅懂昂，因為應該就是第2，那就是半躺平。2.5天，大概躺25度角。因為係當日都空啲不卡，出體來後上台上我係當日就啲不卡。有數你懂好。因為雖然啲不卡，唔過咩懂認真賺錢，故所係你講唔過呢感情嘅部分哦，一下就冇按厲害啦，嘅體力呢咩冇按。故所咧，我就想講，嗬，嘅一下我真是就冇想去結婚咧，你搞永遠體啊，全部刪掉都冇去搞啊，搞半年冇。啲冇記，有一個名嘅，有一個稱號，按到搞永遠體5年。就係嘅，佢剛剛講搞半年誒。錯啊，搞半年都冇讀到半3年啊。哇，都做2拜太好嘅呢。故所我唱起家下有一句話嘅蘇準，佢講感情冇乜厲害，冇厲害。身體感覺完全唔像，你看你不卡冇用路啊，因為半年完全都冇用到心。唔過我真是當上有聲音嘅，故所咧，我一下嘅目標就是請個演導歌嘅，然後係唔事前嘅有聲音嘅，就冇演做得冇，你隔壁做得啊，係做得冇，買茶係送本。阿基嘅，叫優生學堂，考量一下，成個要按個，係啊，你最少180，他成年上嚟講，我講真嘅，因為當因為長期家人講自家會賺錢，跟住過來當學，那做嘛要2、3年，安尼拖棒，拖年，安尼càng少càng少，佢利用你自家係算係哪一種嘅？聽昂族，我從因到家呢，窮咗係2.5版，因為就嘛用路唔好，冇辦法講係，你搞咗半年啦，我體力1好，終於嚟睇啦，因為我
该朋友写到，俺朋友走条路，唔过千莫记安到啦，喊走地，喊搞全部卡个时间咪为休息耍废，躺伫床上看戏、看啊搞游戏，了掉没袂，唔过该结婚个观念是到当个写个莫强人，俺是非常好结婚。非常好结婚係乜意思？點樣結一拜？聽講呢場離婚，係用呢場結一拜，係啱嘅嘛？你叫做婚禮係咪？哎，你漢白嘅搞牛軟體上面那個興趣，喜歡結婚。係啦，到底當時我結婚啦，韓國咪當時我結，當時我講強勢哦，所以是2.5，好嗎？好，2.5。不過唐工哈，兩邊有自己制造一個新的種類。好，我們黑倆西種誒，好阿志怡，我係T5種，係。鴉片冇看到誒，因為大家都看唔到啊。我俾隻水睇嘅。T5種就會因為像我一下就會帶啲副卡嘛，不過我眼咩唔係嗰種全躺平可以落出，我就會雖然帶啲副卡，唔係我係去甲存錢，去甲做些，去甲存，去甲用，冇唔錯，唔會本副卡有動到嘅負擔。我又有固定嘅交往嘅對象，雖然係蠻結婚，不過我同交往嘅對象又蠻顯嘅，咩係 AA 制，係就係完全平分。冇唔錯。無論係港公司啊，還是出去的類似東西啊，全部都係 AA 制。不過呢，咩冇講好個冇一種聲音嘅，故所我就會聽種當紅冇嘅。不過我真係知道你應該冇算係聽講數啦。我唔算啦。但你今天來這裡幹嘛？我就看，我就可能大家本大家看到希望，大家就會謝謝，好，把 cam 來講一下。其實講到自由都上場，你看下，因為你喺時裝哦，做咩係嗌幾萬眼線？前幾日我講哦，因為應該係講我自己嘅眼線哦，就係見證自己嘅事業嘛，做啲本我拄到很好嘅對象嘛，韓國本福康人哦，完全衣食無缺嘅生法，你係眼線目標。冇額外講哦，下場嗰種天衣裝半躺平咯，每躺平，唔個有到場嘅意思就係講唔係完全場，譬如講。我有會請對象，不過我未有結婚，不過我冇看到福卡搞遊戲，我唯一嘅娛樂大家嘅地方就係打麻將，錯到砰，我他會第三種嗰種，我當然專傳錢，然後個少年哦咩。韓國的咩？韓國的係需要非常好，你少年差唔多30萬，要2年啦嗬。哦，感情觀下自由，冇我當保守，我當保守，我係老人家。韓國我崇尚部分不是冇 ，no， 因為我設家最大嘅夢想就係有一擺有人嘅做得兒孫滿堂，係本來漢語濃順。因為有人你下將滿30歲，你上時間60歲。第30歲啦，忙啦，可以來搖啦。冇啊，咁等下，啲39歲，你係阿啲阿姐，你45歲咧。所以而家人講啲猛嘢就50歲。係啊，猛嘢50歲嘅時節，太假可以暴風。財富自由嚟哦，係假要。觀眾朋友做得咪想一下，呢一種聽講座對你來講，感情嘅就定按樣型嘅生活方式來生活啦。等下就來繼續留睇下傾下來打嘴鼓了。你自己存嘅錢，愛本自己用，愛對自己較好啲喂。而後真有錢做得用埋用路嘛，錯冇啊。係，唔過記住講嘅句話，我真係嚇到記住講，唔該幾多些，記住係我嘅聲音嘅啦。哇！啲係你夾嚟嘅嘛？係啊，係要夾嚟嘅嘛？呢件褲唔擦咧。報名截止了。我是最後一個名額，謝謝。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嚟上一堂老大家分享講咧，其實聽講所有動到種嘅分類，甚至還有T5類嘛。那T5類我就先冇講。不過真嘅啊，來問大家講，即個身邊有度過呢種聽講，所不論係哪一種型類嘅聽講，所老大家傾下嚟分享，看到呢種人，結果嘅成法過後，你有乜嘅想法啦？阿英生。其實我所講聽講出佢哋冇。動案哦，佢哋動錢，佢揾去錢就係理由，揾設計要幾飛去聽講安嘅。像我有動到嘅朋友啊，就會講：哎呦，我要出國啦，我要準備考試啦，嗰時一下動無閒哦，啊幾年嚟就啲咧揾到嘅圖書，咧圖冇乜嘅
东西出来啊！啊，大摆我笑记起那一片，佢就讲哦，歹势哦，我困死冇办法哦。hen讲哎，我看下底我姑买乜嘅东西啊？啊，我一下冇做事冇錢。你用當乖啊？我就忘記講啊，跟唔記人冇錢，30歲你冇錢，跟住做乜嘅冇去打嘅工啊，穿到嘅人用錢，嘿，兼工做事啊，佢就講。哎呦，我一下我認真讀書啦，我同講未來吼，我假使真是考到外國嘅學校，吼去外國做乜嘅賺太錢啦，你嚟覺得幾好嘅啦，等嘅，幾下咧？完全都冇啊！你嚟準備考試，哎，幾年就揾到幾到位嘅啊！我古上還就做講一種，然後真是很冤枉啦，韓國按那個情形，過嚟幾下年過後完全冇變化，那我就講，哎，佢按當年咧，考試咩考唔出一個結果啦，韓國總就留啲台灣做事，前一隻條路就好咧啊！太好咩？喺東學嘅學校啊，佢就講，哎呦，台灣吼苦命勞工啦，啲台灣吼幾辛苦咧呢，啲錢幾大呢，用嘅，啊講台灣啊，做事嘅環境唔好啊，你家冇講係咩東北？我做應該咩係啦？古上吼按你嘅聽講出啊，我做有一隻鐵點，就是講第一就係愛出國去讀書，第二咧就係爸爸媽媽懂厲害，嚇像我就係冇資格，阿爸阿媽冇上忙。你要見大咧，什麼節都冇資格做聽韓才哥，係冤枉哦！睇下無法度做聽講，所以咪又係唔拉三萬，又係要拉3萬吼，你就唔會做很多嘢做事嘛。阿爸未啲做乜你咁正廿愛啦，冇要避諱本睇下看到你。古上睇住家己吼，做乜嘅應徵同我講聲言嘅，我就講埋聲言講，媽媽冇上忙。做咩都不好嘅，嘅假人啊！人木卡也講人要認識嘅人，咩係兩種人。我不卡有一類人，我嘅表露台佢完全聽唔出。因為呢，佢喺圖書棟吼，仲白向嘅學弟，哦。高材生，係高材生，條路喺東京，唔過佢講台灣嘅條路呢，對他嚟說大材小用。佢係估數。你就走得去前外國嘅條路啊！估數佢就冇喺出到麻煩，唔過有啲情況佢會跳起來，起來，買時間就會出軌。因為佢講，每3年當年都會出軌。200到300，係真係充實自己，佢就會安尼。唔過佢冇錢啊，假廿歐呢就會本佢錢去出軌。唔過，冇錯，唔過假冇卡，唔係動有錢，故說呢，假嘅廿歐呢就去同賠償加錢，沒有同係加高錢。加錢本佢出軌，就會本佢出軌去撩，撩咪唔係多數唔係咁，就去撩去on嘢安尼，就安尼。係去罰錢。哇！我談到我真嘅，我欠。羨慕，就跌到天嚟，下馬鬼就跌到天嚟。冇錯。哇！真嘅咩講題？有咩你種人，就真嘅，即係最開始加講嘅第一種 K 路嘅，那種完全嘅聽講錯。唔過真係嚟問一下阿志，你有讀過那種聽講錯嘅人？我係有認識一啲總編，佢就同家。我這邊。其實總編啊，醫生叫聲咧。因為我50歲。好啦，因為總編，佢就同我分享家母卡嘅狀況，還有家奶嘅狀況，就講話，唔過家奶較無強，係家奶有做事，唔過佢做事嘅節奏就會有啲會貼片，一下有做事，一下又冇做事。哦，有根本又冇聽講嘢。冇唔錯，韓國佢係老母卡嘅阿妹，佢就係老阿妹強下帶啦，佢母卡嘅時夢。阿妹知道佢係啦，唔過你佢係已經是50歲嚟哦，係咩冇結婚嘅樣子，就同媽媽強下帶，我就愛用韓做地啦，係因為你自己就愛用啲啦。唔過呢，看洋葱很有名嘅，係大贊嘅，家嘅媽媽會本佢錢，哇！買咗試到當奇怪，買咗講誒。奇怪，佢唔係要存錢嗎？你做乜嘅愛本幾錢哦？佢講啊冇啊，我講佢想買乜嘅東西啊？我就講佢要存錢啊，佢想買乜嘅東西，佢自己會去買啊？我就見佢講，你自己存嘅錢，愛本自己用，愛對自己較好啲喂。以後真有錢做得用嘛，用路嘛，錯冇啊？係，唔過佢就講嘅句話，我真係嚇到，佢就講唔該。幾多歲？幾多係我嘅生日嘅啊！哇！啲係你欠嚟嘅冇？係啊，係要欠嚟嘅冇？啲健夫唔差咧。報名截止了。我是最後一個名額，謝謝。唔過
不过还有啱啱係有朋友可能嘅想法，咪係較實行嘅，因為有一位朋友佢經有交往嘅對象，係當穩定嘅對象，不過佢就同佢男朋友講，我冇結婚，咩冇姜子，係因為人誒交往嘅前提就係按樣去，跟因為佢男朋友就真係同愛佢就講好，嗰時候佢一下就2、3年當穩定嘅談戀愛，跟有啱啱一位朋友呢，佢老公更加厲害，因為發現呢，佢哋已經交往多年，差唔多有10年嘅時間咧，係嗰陣時佢男朋友就講誒，佢按照嚟結婚冇，佢就講係差唔多嘅啦，不過我有隻條件，係乜嘅條件就講誒，我做同結婚，不過我冇嘅姜子哦，係你愛做嚟接書哦，佢佢老公咩認同好，佢老公就答應佢咧，就講唔可以講起老朋友講。冇啦，佢係講冇要緊，我媽媽嘅片我來處理，係佢老公就特別同佢家人就已經溝通好，唔係交通太好係嘛？溝通要講好誒，嗰時結婚過後2、3年就過到就2、3年嘅時間啦，當幸福，就一啲婚姻當中誒，就要蠻甜蜜嘛，唔講呢咩係過到非常嘅幸福啦。做對啦，做對啦。我遲到有上司在講，應該假使兩公婆來講2、3年溝通好咧，因為總用半天的生活的方式，跟偏向嘅外人啊，我們就算是家妹，咩係說係外人，冇法度去干啥機，沒有辦法去干涉他。所以唔講，你假使做了呢個事情會影響到別人，比方講，你家就講到講，做了到40歲，喊個老母卡拿錢，喊講，喊睡到母卡，活到母卡，當然啊冇做事，喊個阿妹讓你黐。阿用去講係正確嘅做法咧。不過可惜可能為咗阿用去嘅人嘛，佢白天來撈開分享下，你身邊有拄過阿用去挺昂嘅人冇？打挺昂嘅人。我分享一個哦，就係我叔伯阿哥哦，佢完全就係挺昂出嘅最佳代表。我佢應該又算起來，佢算係扮挺昂。啊，怎麼樣講咧？因為佢會出去做事。做得。係，佢係接定我阿爸嘅發展啊，因為我阿爸咧係冇菜咧，啊佢做事過後咧轉去屋卡，因為我特別轉去中下書，即係我看到，哎呦。啊，叔伯阿哥咁咪咁見睇了，哦，結果佢就係扛到嘅溜蛋啊、大天堂，咁咪下來撈大家主同啊、用互動啊、交流啊，所以就相信我會遲到講，佢就都難忘見，所以我就想講，其實咯，佢愛用嘅生活嘅模式咯，咪唔為咗咪錯也唔錯，因為佢自家感覺個鬆動爽啊，有可能係因為佢動腦唔啊，他咪我美就口那一種顏值競爭，因為我老睇下講哦，偷偷爆料一下，佢夠鐘嘅時期哦，佢本該鮮肉獵人蕭亞軒對 Q 過，對 Q 哦，係蕭亞軒對 Q 機哦，係啊，係我叔伯阿哥講唔係提切，哎呦，董事會演到錯，講大話這種事情是家族遺傳。雖然老李阿師冇買關係啦，我想地方先一下，地蒙地哈，咁個嘅相片嘛，也要以相片的部分哦，看我就做得啦。好，謝謝愛啲咧，好。唔是看，唔過佢講正經啊，可能係講吼，如果假如老太太討論講，可能係那種挺昂就係因為社會到呢一下，尤其到亞洲地區要特別喜歡那種 lie flat movement 就躺平運動那種，最後就乜嘅事就冇去做啊，貴嘅那種網頂啊水能之後，唔過拄到安永興嘅情況，因為險險，有人講係因為少咧，啊林總拉下。講下，我知道我自家係講好，我知道挺忙做，挺昂做，挺忙做，挺人多呢一下係唔係講，未為咗當好嘅概念，當好嘅意義，因為我知道，記得唔是冇埋嘅對 Q 啊，冇埋嘅繞 Q，是冇人影響到朋友，冇本朋友受傷是做得嘅啊。韓國記得咪唔會到繞 Q 埋嘅事情，因為我知道呢下嘅社會很多單一嘅價值觀，是做得講什麼親密嘅好嘅誰來而是家庭，冇是誰來而上網打拼，要養小孩、養家裡，那安用應該金字塔頂端應。是安用因挺，然後當個感因是會瞧不起底下的人，底下的人是會想會趴上去安用因，所以我知道抓到感因就自家嘅個人，自家嘅想法咪以後啦。最主要就講冇係去本應剛剛查到係聲音嘛，嘅啊機械咧。
咪是吃到就是一般啦，一般新鲜的啦，一般会受理啊。你会想讲，佢唔係唔聽紅醋嘅問題嘅，佢就變到係 K 肉醋樣哦，佢變到貴嘅沙飛啊 ，V 來貴嘅沙飛，順通全部係用聽紅醋嘅人就會說，哦，一係沙飛結構嘅問題呢，社會結構係有問題，喺講你地上一本人吃，我有青年人咁樣，錯，佢揀嚟喺鹹菜當中的，用真唔會讀到嘅。我記得有啊，係啊，我記得有小同事啊，不過最一般單位嘅最險先最講，給幾條按人懂後啊，就是吃有做幾條項會做嘅事情，做起㗎啦，完全唔是關順通人嘅眼光，係嘛，講嚟做就係懂險先嘅事情。唔錯。其實你下動到嘅沙飛行有動到研究，甚至有研究認為個聽昂就係上嘅三撇沙飛顯示上嘅三撇嚟見證牛認同冇，都對那種聽昂就用把佢聽數到記到咧，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叫下嚟分享了。唔亂用板做，你就會做到比你嘅數學還卡好。鼓手勇敢去做，不管你怎麼做，你都會做得比你的數學還要好。所以勇敢去做。我從細個是數學就懂。係啊，勇敢做。咁暗戇哦，係戇出㗎。唔亂用板做，不然乜嘅唔好啊。吃演，英文好嘛？懂好，貴文沒懂好。愛情不好，對不對？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你加入問過大家講，知道講，你一多研究認為講聽昂錯，為兩種大聽昂，啲兩成發當紅大聽昂嘅人，可能係為到誒三撇精神，三撇面對咧沙飛嘅現實呢一種嘅型啊。不過之前家看到藝咩要啦嚇，大家講到兩下啲美國有個新嘅詞彙，唔單止加個 life like the movement 之後呢，還有一個新嘅詞彙叫做安靜離職啊。Quiet quitting，你係乜嘅意思？就係講，老愛家講到有啲想像講，愛做些，但係想做愛笨蛋嘅事情就好，唔係老愛不愛其他嘅事情，因為老愛講啊，唔係該蠻愛嘅事情，可能他真的是職務上不是他的事情，因為唔過按到某種嘅難外個付出。性嘅心力，因為會燃燒我自己的生命的力量。所以基督教嘅憲法黨項啊，他係講職場項，他就是用英文來講 draw a line， 我講畫一條界線，超過呢一片咧，冇簽嘅，總的完全唔係愛，就會變做愛用。所以按照 quiet quitting 就講，點點清清來做呢件事，不然咧聽講講，你係辭條路係麼？你是辭職了嗎？因為簽音係簽到要相信會變做安樣嘛？因為講過，你係反見問題，比如講像係熱線嘅人響啊，有講呢種通貨膨脹、通嚴重啊，對家都有後生人嚟講，哇，愛做安多，爆妹嘅結果，又唔係愛得到啊，係麼？咁個對一個阿自然來講，唔因為講呢一種會大聽講嘅嘢，啲成發當中啲這個人生，尤其係全聽講嘅嘢，其實都係上落物界嘅。我知道嘅全聽講嘅人，唔單止係講佢去三撇一隻太環境嘅競爭，其實佢就係三撇自家嘅人生，就係完全變起嘅啦。我知道其他聽講嘅就係較特別嘅，佢就係現在講老一般嘅還有傳統嘅方式，較無強用嘅生活嘅影響。因為可能咧其他聽講嘅佢就係三撇講埋伏嘅，因為咧佢無想去影響到自家嘅生活品質，佢三撇講我有穩定嘅交往嘅對象，因為佢較想嘅較人生較自由啊，生活較自由，可能佢三撇講冇種子，係會講佢冇想去操成自家嘅負擔。其實佢就係現在講較符合自家嘅性格、自家嘅經濟能力，還有條件來做嘅生活方式嘅選擇。我知道愛用嘅話，咩較唔會操成社會嘅負擔。就講自家我本那個社會嘅那種啲下嘅條件嚟講，限制頭等，自家選擇新嘅方式。其實愛用咩唔係講完全係唔錯嘅。就可能佢自家做嘅接觸，冇錯。佢冇看人做嘅接觸，就唔是個咧。佢假人咧。我知道呢，有賞識逃避雖然可恥，唔過懂有用。經典日劇台詞由來咧，唔過完全躺平，仲係也愛唔攀的，我留佢條天數，就做在本佢條繼續三撇下伊，我知道係安尼。唔過喺我也愛要彩條，我未想愛做完全躺平，做啲來電做嘛愛
抽等的抽嘛。唔过天气咧都天时种嘅，吃到就会冲爱，唔系散撇结婚，就系唔想去打送嘅时间去结婚。喺打散嘅有打散嘅人生老现实，唔系散撇嘅一种。冇叫我嘅木牌。係冇唔錯，係就係咁。唔過講正經啦，睇下藝即個駕駛員藝即個人會唔會講到誒完全那個水平嘅人，完全聽講嘅，知道你唔係聽講天天，唔係打聽講，只係望到天嚟下咧。係望到天嚟下，準備講起種嘅感覺。會跳起嘅牛，對我嚟講，呢種會跳起嘅牛嘅，佢就會可能會去想看一下自家人生嘅責任，藝到底係做一個人，係做一地會跳起嘅牛。可能自家上個係藝就想去做一地會跳起嘅牛，跟住學唔怕，本佢做。如果藝駕駛喺藝之間，藝所以藝就會死嘅。本藝所以生嘅，藝真嘅韓國唔做些，可能一種成法嘅方式係真嘅係冇效用嘅嘢嘛。佢可能要開始想去經營下嘅感情。跳起嘅肉係嘛？哦，感情嘅部分。感情部分要想去繼續嘛？藝就知道，喺個要動到研到嗰個。做地係嘛？上老藝要片有天發啦，IG 天發，情敵啦。係對人生有一些的希望啦。哦，不期不待，不受傷害。沒有氣泡啦，沒有氣泡了，一下4泡了，差不多。4泡而已。冇阿英陣來講下好冇？其實我所講，安尼個聽網速啦，其實佢哋就係太優秀咧，太精咧，係像我主要動到安尼聽網速嘅人啊，嗬，佢哋黐些成績動好，動會讀書。哎呀，阿姑嫂咧，人生地位冇乜嘅失敗嘅經驗嘛，姑嫂佢哋就會講，假使我一下做得唔好，佢會用解釋，跟住就講出嚟冇會做好咧，我冇做就唔會有結果，冇結果就唔會分好行係唔好，唔會失敗，唔會失敗冇錯，啊唔過搶捱咧。哦，我吃些成績就唔好，吃些就失敗，吃些就失敗。姑嫂你咪就做一些些你就算成功咧，無論用辦做，就算好事咧。姑嫂應徵鴉片好，問睇是搞一個金句，好來，風行來去做，無論用辦做，你就會做到比你嘅數學還卡好。姑嫂勇敢去做，不管你怎麼做，你都會做得比你的數學還要好。所以勇敢去做。跟我從細個是數學就懂了。勇敢什麼暗戇哦，太戇出噶，無論用辦做，佢唔乜嘅唔好啊。吃演，英文好嘛？懂好，貴文沒懂好，愛情不好，對不對？冇，不要講到愛聊片，我講到愛聊片了哈。我就完全就懂好啊，跟住一做太戇出好咧。人生勝利者，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不過講正經係種，家認真嘅意思係講，就算用半天做，就算失敗，唔會比你還要差嘅。冇錯啦。你就先設定好那個，家認真就講，佢係天有18層嘅綜門人。你要天有18層，公用半大。怎麼會有地獄100層呢？因為佢較愛係7頁還係8頁？應該係愛嘅。等下，我係有種問題，唔係唔同係騙狗啊。嘅意思講，人生就已經無法度過很難查嘅。已經拉大咧。係，仲就去表現下，哦，你最少還可以回到17層。你已經到谷底了啦，唔會夠慘嘅啦。係，冇唔錯，所以有嘗試哈，嗰部就講講出哈，人哋客話講初天派呢種孤注一擲，有嘗試去做一下，冇聽說會得到很好嘅結果。不過咧，有嘗試遇到呢種情況下，你想講，可能係沙邊問題嘅政府啊，有人講，你其他人哈，用辦法來聽數到呢一條人嘅壓力咗。我知道政府就在推廣，這個躺平是做得的。就是從該至於講該，所以有時間該選擇，有時間該想法是做得。香港做得用辦做喏，適合啲你細細個時節推廣該生涯高融，冇事嘛該職涯，冇事嘛該係香港老同嘅建議，兩條通情去想。係咪東橋？東線。因為想到兩條事情嘅時節，你是會想講啲細細時節，愛做得做嘛該跳路。其他上個世界思維，唔論做乜嘅事情，都會不應遵從，香港遵從自家嘅世界思維，得到很好嘅結果，思維就是不會有躺平呢一種嘅現象出現，係是到。因為人生當中，其實那種打停案也是一種選擇。唔好講假使冇做講下完全嘅停案嘅世界，有時候閃避現實。
上下因為你下當推行是講都是清過後嘛，你上下去散啊，都鬧啊，就鬧散發，也係講去路讓啊，去做乜嘅事情，所以本自家輕鬆嘅事情，這種在某種方面嘛係大庭廣嘅風險。因為我們講應該自家來關心到自家講，我是不是現在需要聊一下，歇困一下，係講呢個社會，尤其自家做熱愛嘅人，假設有未來想嚟做熱愛人，可能因為呢下強嘅聲音好少咧，大家就強播過後。就是像家下阿英真講到，大家就從細就安尼從溫室地度嘅法安尼栽培下來，然後到泰國後可能冇接觸過當道嘅失敗，佢可能面對100失敗，佢就會知道算咧，人生快係咧，冇好咧，跟嗌就將手放到天內下，本人講走就好。嘅白欠，你攞去講一下，假設你拄到安樣去大庭廣嘅人講對自家嘅人生講，哦，嗌住。哎，俺就莫係讓人爭啊，莫係讓人搶啊，俺就講俺自己，俺天天的，俺用迄個想法，天天的講，慢慢的講，你咧當然就動這，俺用做唔得嘿。因為你有隻問題哦，問講係為產品嘅競爭嘛，你有隻問題嘅前提就係講社會當熱天愛要競爭，喺個熱天要競爭動態，就係要好也唔好嘅問題嘛。不過假設整個社會當就要啲唔好競爭咯，係啊，莫做乜嘅白記都要去。中意呢一種競爭嘅環境咯，佢記咗得出家。因為我講真，而家嚟咧就係講，因為我印象當中我爸爸，佢就完全唔係冇會搶，唔會爭，韓國佢印象當中真緊哦，佢唔係博那個，他就是甚至係用動問題，佢夢想嘅散發就係天然啊、山啊，韓國佢最想嘅大概相似就係花蓮，韓國咩花蓮嘅市中心啊，花蓮係中下。所以你看，韓國佢人生投入就投入，大家投入咩動重要金嘛。佢做嘅係樂生療養院的身心障礙輔導員。所以假設有啲人生就唔想為向上爬，用順的過，順的過，做乜嘅熱天愛白記到呢？所以我嘅人生啊，個人嘅想法係講。躺平族其實佢每隻負面的詞，佢每做啲上係隻人生態度，佢每做啲上係種禪意。哎呦，其實我遲到今日大家分享到東河，其實用聽講做或者甚至後對人生嘅大聽講係一種生活嘅態度，像家白起嘛講到禪意嘛，是講人生嘅哲學現實了過後，冇天錯一種嘅聽講做佢係壞嘅唔好嘅，冇天錯個，尤其佢係要自己嘅目標，又係要自己嘅人生嘅方向，佢選擇了後，係將少不給持款啊咧，不給持款過後，冇天就要嘢，佢咪企起來，最重要係乜嘅？下禮拜用隻詩嘅繼續來紓困，喺你嘅後生太上歌，用他太大歌，再嚟聊聊，拜拜。係昂速，係廿幾年呢，將出現嘅新詞彙，代表現下後生人可能想喺老頭擺有無共樣嘅生活方式。現代社會對本人嘅壓力唔會少，按樣嘅做設計，樣板潛度限那適合設計嘅人生目標，有生命態度，可能真係更加重要嘅事情咯。